台南市南区明德社区伫里长陈瑞华的带领，积极推动性别暴力的预防工作。伫109年，成为领航的社区，并参加去年卫福部自丝带社区初级预防的认证，得到一朵自丝带的认证。日前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社会局长郭乃文，嘛拢特别来打安本祝贺。112，我们参加一些评鉴。要把这2年的一些我们做的一些防暴的资料呈现给卫福部。当然，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说，你这个社区里头必须要有人参加过宣讲师的培训，取得这个资格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参加评鉴的一个条件之一。那很荣幸，我有参加卫福部的一个培训计划，也就是卫福部第4期的宣讲师。所以因为这个条件，所以我们社区就很幸运的被评鉴通过。那一朵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在推动的时候，其实推动这个社区预防家暴的这一块，其实一条很漫长的路。需要社区的志工啊，或者社区的民众，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家防的一个观念。那如果有碰到这种家暴事件的发生，比如说亲密关系、儿少啊、老人虐待啊，这个部分，请大家不要吝啬，打电话通报113、110。我们就要做到一个子时代的精神，反暴力，那社区零暴力的一个社区。除了得到中央一朵子时代的认证。明德里最近嘛喜事连连，争取多年的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，伫2月底嘛拄热烈来动工，工期360天，预计明年农历进前就会用来完工。至于完善的活动中心，因为有龄将近40栋，如果还阁会用来使用，里长嘛希望调向日间照护中心来规划，因为社区的人口高龄化。希望会用提供长辈就近来照护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